我自结工历史呢，我给你测些三十，我有6针钱，我出家给把小老爸，给那年些，给那4来年，贴200，花了我钱，去过没呢？去过吧？给那贴纸蛮好。你都确立吧？门就我那贴纸不好，听讲我吃饭，我哪里落雨，弄得不好我落雪。天公七字，南七瓦，为你去高路。爸、妹、公、老、阿公、阿婆。豆豆、弟弟、娘舅、姨娘、娘，1、5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在请家里，给人60岁吧。我就这样运动，我呢，人家觉得请假我应张的话小吃，在一栋啥的呢？我能一上。哦，跟呢，你哎，我做你跟呢，听歌吧，我吃了没？我吃药哎，吃完没有？吃完，跟你啊，听吃。父母，你对我说，今年2年呢，天气不大好。听过呢，有刮风，闻西来落大雨，为了说字听听我，听过吃字，南语，吃维安，吃我。阿大、阿嬷、阿公、阿婆、外公、外婆、阿姐、阿弟、阿幺、阿你，够不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徐强大家人，我今年在学上学，我的名是陆家勇，我缺给的徐强园苗高高大2档进行我学7等104系，跟那年限，跟那学分年，天公了快保持哈，跌了饭跌过了哈。跟那添衣服穿，全年都吧。莫那屋内添衣服哈，听讲刮大风像天雷等月，甚至等歇。天公的1，人我的2，我还的5，大娘跟妈，娃跟娃婆，子弟，舅舅，姨。娘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兄弟生涯呢？干年你那些女学，行情热了。我全赶去4滨街维密小学上学上啊，干了将近1年，干那个天非常的热，天公了，夸师兄啊，跌了不是？跌过了，干那个天气啊，将近不足，也得无吃的了，明家。无奈，那个天气将近不好，听讲啊，我刮风，
向天来等月，苦难往个等雪。天公的子，难我的儿，我你的我你，爸爸妈根根默默，牙根牙布，子子爹爹，娘给娘姨娘娘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我是梁学人，我今年60岁，我还没毕业。我去给在金沙路念了2遍，给你这1年，给你念书，天公吧，快不到给，跌了没？跌了吧？给你天气真好，你丢得去了吧？明年5年天气都会好。风多向来落雨，过啊落雪。天公的意，你丢掉无法应的我。大大娘跟毛阿公阿婆子弟娘舅毛娘娘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隶属市运河院的，我今年75岁啊，我喊杨小金，我住家隶属市运河院5次路，给那年写，给那正年，天公啊，快来我吃，去了么？去了，给那天色真好。全那斗啊，没叫无奈，天色不好，天公有毒风，像雷公、等雨，甚至为等雪。天公其子，南其二，问你亲，爸妈公母二公二婆，大子。老弟娘舅姨妈娘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是吉冈山青年园农，我今年72岁了。我喊做姚德泽，我去给青年园送月的5点嘎。今年忙年，今年没事年，天公了，快去给，了老饭，了了，今年天气蛮好，你丢去了，没将来无奈天气不好，天公为驱风，南来落雨，甚至落雪。天公的爷，你丢的二，外怀的我，爸家公公嬷嬷外公外婆子爹娘舅姨母娘娘娘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的历史是锦囊月囊，今年67毛岁，我好也我亲，去该在锦囊月5星街道，跟那年跟那哪年，天公吧，快起来，吃个面，吃个吧。给你天气不错，去年都不孬，毛叫5年天气不好，听讲我下来
党员刮粉的，听个讲党学，天个七级，能七二七五，八拿补跟我跟我补子弟弟研究阿姨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你是崔克南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浙江张元人。我是浙江缙云人。你今年几行多？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75岁啊。我今年75岁了。你有大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吴祖生。我叫吴祖森。你高第啥崔克？你家住哪里？我高第3元张元南六。我家住五云镇园丁楼。这个叫啥子吧？谁呀？张三吗？法子，我是李四。不是，我是李四。你姓姚，我也姓姚，我喊你都姓姚。你姓王，我也姓王，咱们2个都姓王。过来人都来我酒口啊。他们都到杭州去了。一件衣架有2个衣架的。这件衣服有2个口袋。你去试试吗？你去试试看。你去娘娘吗？你去看看看。我没打正。把帽子戴正。衣架洗干干净净。衣服洗得干干净净。一来是我啊，二来你啊。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。一只鸡死吧。这只鸡死了。给你年嘛。今天很热。给你年嘛年。今天非常热。好好练口，莫管。好好的走，不要跑。各位来呀。他会来的。一个在里么？二个在发么？这个吃得饱，那个吃不饱。一个在里，二个在发的。这个吃的，那个吃不得。你给一。你站起来。各坐落来。他坐下来。你去打字干，我去买菜。你去干什么？我去买菜。你打字干去，我去买菜。你干什么去？我买菜去。我哪个来过？我打得过他。我哪法过狗？我打不过他。狗娃在来了。他吃得下饭。狗娃在罢了。他吃不下饭。你我个一声，你我声狗。你叫他一声，你叫一声他。上海我去过。上海我去过。我在了一碗饭。我吃了1碗饭。狗真来。他刚来。狗来3年吧。他来了3天了。狗来开这个。他在吃饭。